最近有位33歲嘅全職奶爸得咗產後抑鬱，同老婆離婚上咗熱搜。作為一個曾經全職湊仔3年嘅奶爸，我真係好想講幾句説話。我睇咗嗰啲評論啊，幾乎都係一面倒，話呢個爸爸你又唔使承受10月懷胎咁辛苦，又唔使承受生 BB 嘅劇痛，又唔使餵奶，又唔使擔心咩身材變形，你抑鬱乜嘢啊？仲要離婚、拋妻棄子啦，始亂終棄。我知道呢個爸爸抱怨嗰啲湊仔嘅辛苦，只係無數女人作為媽咪嘅日常。媽咪既要照顧小朋友、照顧頭家，仲要做嘢，抑鬱焦慮可以話係比比皆是。但可唔可以唔好咁輕易去站隊指責呢？女人湊仔係值得呵護、值得尊重，咁唔通男人全職湊仔各種苦就只能夠咕一聲吞咗落去？中國家庭發展報告話，得3%嘅男人係願意全職湊仔㗎，其中超過60%佢唔想湊係因為擔心親友質疑嘅眼光。我當年為咗支持老婆做嘢，由電視台新聞主播翻到家庭，一樣承擔好大壓力㗎。好多人背後話我食軟飯啦、冇出息啦，你知唔知我嗰陣都爭啲抑鬱㗎？喂，唔通男人湊仔唔係為家庭做貢獻嘅咩？唔值得被尊重嘅咩？如果我哋希望呢個社會更加男女平等，唔通唔應該多啲鼓勵男人湊仔，等女人可以輕鬆少少咩？湊仔從來都唔應該係兩公婆一邊嘅事情。咁有一方肯主動奉獻，另一方係咪應該提供更多嘅情緒價值啊、關心啦、尊重啦？千祈唔好講嗰啲咩，你咪就係湊個小朋友啫。呢一類説話至傷人㗎啦。況且你另一半已經湊到抑鬱症啦喎，你仲要落井下石？換位思考下啦。如果你而家係嗰位全職爸爸，你覺得你最希望聽到乜嘢聲音啦？評論區話我聽啦。